世界上咧有啲國家啊，係人多到唔夠地方住，但係同一時間咧，亦都有啲地方咧係冷冷清清，冇人住，甚至乎係有啲村莊啊，慢慢喺地圖上咧消失嘅。於是乎啦，有啲國家咧就做出一個好奇怪嘅決定，就係送錢俾你，一係想你搬去嗰度住，聽落好似笑話咁樣，係咪？但係其實係真㗎，真係有啲咁嘅國家嘅。而第一個國家我想講到嘅就係意大利。一講到意大利啦，你可能就即刻諗到熱鬧嘅廣場啦、紅酒啦，同埋街頭嘅音樂啦。但係有一樣嘢你係未知道嘅，係喺呢個國家入邊啊，仲有啲地方啦係靚到好似幅畫咁樣嘅，石頭啦就鋪滿嘅小路，古老嘅屋啦就長滿青苔，陽台啦就開滿花，太陽照落嚟啊，靚到連 filter 都唔使開嘅。但係慢慢啦，你會發現有一樣嘢，就係喺度啊，冇人住。啲後生仔女啦，就一個一個咁樣走晒，因為啊喺城市度啦，用金錢、機會同埋未來，將佢哋全部都吸引走晒，而佢哋一去啦，就冇再翻嚟啦。而留低唔走嘅人啦，就會一日一日咁樣慢慢咁變老嘅喎，然後呢就慢慢一日一日咁樣離開呢個世界。政府咧就發現咗一件好恐怖嘅事嘅喎，就係咧，如果而家唔再積極咁行動或者唔做嘢嘅話咧，就好快呢個地方咧就慢慢咁樣消失無影。唔係戰爭，亦都唔係天災，而係因為呢度冇人住。於是咧，政府就做咗一個令到全世界都震驚嘅決定，就係咩呢？就係只需要1蚊歐元，你就可以買到一間屋。係啊，係冇錯噶，只係需要大概2、3萬蚊葉幣左右，你就可以擁有一間平靚正嘅屋。其實呢，都係有條件嘅，有條件係咩呢？就係你要搬去嗰度住，要裝修間屋，要令到嗰度嘅地方呢，慢慢咁樣翻生。其實都幾着數噶，都幾吸引下嘅。因為喺嗰度買屋啦，你只需要1蚊歐元嘅啫，你就可以買到間屋，差唔多係免費咁樣啦。而裝修費呢，大概係2萬到8萬歐元到啦。但係有啲地方呢，政府係會補貼嘅。但係換翻嚟呢，你會得到啲乜嘢？你知道嘛？就係一個歐洲嘅古屋，一個好大嘅地方，而一個靚景，山上啦，近海啦。因為咧，同一個買一個新樓相比之下咧，係會平過30至70%嘅。所以咧，有啲人咧唔係用嚟住嘅，而係用嚟賺錢，開 homestay 啦、長租啦、咖啡店啦、工作室啦等等。我舉個例子啊，裝修費呢大約係5萬歐元，但係喺你每一年個租金收入啦，係由5000至15000歐元，仲未完嘅喎。政府仲會幫你，即係補貼裝修費俾你，就係5000至2萬歐元。然後咧仲有減稅啦，幫你搞居留啦，目的係只有一個嘅啫，就係想拉翻啲人翻嚟住。如果你係長期住嘅話，你可以申請居留，再慢慢搞簽證，然後甚至係入籍。如果你係符合條件嘅話，幾着數嘅。而喺嗰度嘅成本生活啦，就比城市低30至50%。喺嗰度呢係冇塞車、冇污染，安靜到不得了。有人呢會覺得呢個係有機會，但係亦都有啲人呢住咗落去之後呢，就會有一種好奇怪嘅感覺，就係喺嗰度啊，靜到好交關，好似係住喺一個過去時空咁樣。所以問題呢，唔係你想唔想買一間1蚊歐元嘅屋，而係如果有一個地方啦，
又平又靚又安靜到幾乎冇人住嘅地方，你會覺得呢，呢個係天堂定係一個消失緊嘅地方呢？呢個就係意大利嘅故事，但係仲未完㗎喎，因為喺下一個國家呢，我想講到嘅仲更加誇張，因為啊，佢係直接送埋間屋俾你，目的只係想你搬去嗰度住。我係佩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